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放风筝。在台北有个大师级的风筝老顽童谢金健爷爷，对于风筝这个传统的童玩，他是活到老玩到老。好。哇，我成功了！我把这个风筝放起来了，而且好漂亮哦。可是它其实控制真的需要一点点技巧，而且今天的风啊，很适合放风筝。看风筝已经飞得好高了，真的很漂亮哎！我第一次看过这么漂亮的风筝。这个风筝叫做12生肖。哇，它飞得好高哦！好了，给它下来，不要弄坏掉哦。而霜降这个时节，搭上这时才有的9丈风，正是适合放风筝。但是我的技术不好，还是赶快让风筝平安落地吧。我知道你是出生在新竹，然后你从小就有在研究风筝，跟很喜欢放风筝。对，我的心哦，做事情我会做很计较，非做好不行。哦，一定要做到飞到好，否则就不行。对，可以家人嘛，感恩。谢金健爷爷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态度始终不变。爷爷靠着风筝享誉国内外，甚至外销养家糊口。不过近年来，越来越少人愿意学做手工风筝，他不免担忧着这项客家传统手工艺的失传危机。慢慢就过去就好了。现在吗？爷爷现在慢慢走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要走喽。好，慢慢走。这是爷爷做的最大的一只凤凰，现在已经开始展翅高飞了，好漂亮哦，那个颜色。在以往，北部客家人在秋天的重阳时节放风筝，中南部的客家人则在清明时节放风筝，这都是传统的客家文化。我觉得这个凤凰真的，我刚刚看了好惊艳哦。没有看过？我没有看过啊，我觉得也从来没放过。没放过。这一只凤凰呢是独一无二，全世界的嘛。对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现在，我觉得我刚刚放完嘛，我觉得现在心情非常的愉快。对啊，就是什么烦恼都没了。对，就是放完，现在心情真的非常愉悦，而且就觉得好像征服了这个风的感觉。爷爷的风筝飞在天空，就像是在一大片蓝染布上点缀了缤纷的色彩。我也随着风筝天空飞翔，俯视着这片大地。